在旧历过年要连续休9天，在关公署呢是来统计咱国内饭店的订房率，平均是43.03%，其中伫个嘉义市是要6成，这是排全台湾第一的。那嘉义市的饭店业者呢是表示讲，其实在嘉义县市呢景点是有较晏，佮加上消费无悬，所以唔但会当带动整体订房的成绩。过一礼拜就是过年，连续9天的假期，饭店业者拢已经做好准备，等待客入门。根据关公署公布过年订房的状况来看，为2月14开始到2月28天，国内订饭店大的状况平均是43.03%，其中嘉义市就59.08%，是全国上悬。有的饭店就表示，今年订房的状况甚至比旧年更加好。我们整体的住房率也因为假期的延长，然后有所成长。那整体来说，我们在从小年夜到初五，目前已经达到将近90%的住房率了。我们今年的订房率都比去年还好，而且每天几乎过年期间几乎天天快客满，都90%多了。嘉义市政府表示，嘉义市金华山区甲海区交通方便，市内阁有真侪景点。嘉义市为较早只是过路休困的角色，豆豆转变做专工来耍的所在。饭店业者嘛指出，除了大以外，其他消费嘛是民众考虑的重点。嘉义市的消费无讲介悬，对出门来耍的家庭也是个人负担嘛袂上大。其实我们嘉义的消费本身就是比较偏低，所以说我们几乎每一项都很合理。就像我们过年期间，我们计划你什么都没有涨价，只是房价因为我们成本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有涨一点这样子。所以说，我们嘉义来旅游是物超所值。我们是持续的从整个城市的环境、旅游动线，还有住宿条件等等各个多个面向来进行整体的一个调整跟一个改善。那所以说，今天这个住宿人次的变化，它反映的是多年来持续的准备，还有旅客对这个城市的喜好的回馈。关公署的资料统计，各县市订饭店的时间，大部分拢集中伫初1甲初3，其中嘉义、云林甲台中订饭店的情况拢超过60%以上。关公署分析，嘉义市的嘉美文化甲夜市啊，中部的文泉甲樱花季，阁有北港朝天宫的拜拜行村，可能拢是今年过年民众会来中南部住饭店的原因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